8月中有台灣的旅客坐阿提哈德航空返來台灣，講落的是這廣播說是講歡迎返到中國台灣，宣導袂使早晚入境，會去予中國政府罰錢。這款牽涉主權食豆腐的情形是引起民眾憤慨，外交部要求業者改正回事例。彰民航局是已經收到總公司的道歉批，答應講會檢查因的用詞。近日有台灣民眾坐阿提哈德航空為阿布達比返來台灣，所佇降落進前的廣播聽到，原本用英文講歡迎返來到台灣，結果改到中文，說是歡迎返到中國台灣，甚至也講唔通插把片入境，若無中國政府的罰款。就有網友當下詢問，就從就說指講是照廣播語念的，請伊向公司反映，可以去家底下群北大發文，也引起立委關注，表示袂當容忍。我們了解台灣現在是全世界重要的熱點，航空公司在這邊的航線其實是賺錢的哈，你賺台灣的錢，又要貶抑台灣的主權，如果屬實它也不改善的話呢，那我們應該啟動相關的處罰哈。最重的話，停止他經營這條航線也在所不惜。根據了解，阿提哈德航空去年9月插去台灣，我一年期間廣播事攏無包括中國台灣，一直到最近調整營運費就佇這個機頂爭議，才引起廣播用詞爭議。咱外交部也已經出手，責成駐杜拜辦事處，佮協調交通部民航局，向阿提哈德航空總部甲在台代表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認證甲回實例。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是客觀事實，也是國際公認的現狀。任何矮化我國主權地位的不當做法，政府以及全體國人絕不接受。民航局是接到阿提哈德總公司致函，除了表達失禮，隨檢視個修正相關廣播用語。台籍發生過當日已經調整完成，也強調相關部門會全面檢視涉及台灣機頂廣播的內容甲旅客服務文件。目前業者有計佇後禮拜向民航局說明相關情況。記者採訪報道。